今日同大家分享點樣將1間3嘅單位改裝成3個合規嘅簡樸房。呢度其中一個分間單位因為唔夠8平方米，所以需要改動間隔，拆除隔離分間單位嘅洗手間，褪後幅牆，增加空間。工程團隊跟住就逐點去符合簡樸房制度嘅規範，增設供水點、獨立火警偵測器、防煙門，有百葉板嘅洗手間門、通風設施同喉管。呢個分間單位因為拆咗洗手間，工程團隊為佢重新起返一個，再加返其他必要設施。最後呢個分間單位改動最細，只需要更換有百葉板嘅洗手間門，再加返通風喉管等其他必要設施。返到共用走廊，同樣需要加返獨立火警偵測器，將大門改為防火門，加埋乾粉滅火器，並為每個分間單位裝獨立水電錶。完成上述改造工程，平均每個分間單位用咗大約51,000蚊，3個分間單位就變成合規嘅簡樸房啦。